啊，是。早，我是艾迪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他的 boyfriend 有变吗？原则上还是到了就考，不过你要看现在船上他从舟山开出来了吗？是还没有可能，对，所以等一下看一下午报吧。等一下看一下午报，原则上还是到考啦。中油这边，因为前面2条船都是协和的货，他们都收不下去了，所以说只差我们的时间点到底在什么时候而已。因为他这个还要一直在延，还要受检验的，所以说要派那个检验局来船上做检查的，所以到时候时间要抓的稍微的准一点。好，那到时候就是船上有消息，就是我们再来看看。好 ，OK， 好， OK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